深圳文博會咁啊，而家帶大家入去睇一睇，瞄一瞄啦。大灣區館嗱，大灣區支持13號館粵港澳大灣區文化產業創新展，集中展示粵港澳大灣區9+2城市群及廣東其他地市文化產業發展和合作成果，呈現廣東21地市、香港、澳門的一批品牌企業和產品。騰訊、優必選、廣汽集團、小馬智行、樂聚機器人等58家人工智能企業將在這裏參展，符合文博會創新引領潮流、創意點亮生活主題。非凡大師啊，呢個華為啊，紅紅啊，買個哇！呢個係山頭喎，哇！山頭館嗱，山頭嘅英歌舞機械人，哇！好大隻啊！澳門館，哇！今次廣州館啊，咁啊電競同埋咧動漫啊。嗱，高才陽光政協嚟㗎嘛，咁啊，梗係要支持咧陽光啦。咁啊，陽光咧有稱號叫綠能之都啊，咁啊，當然啦，即係好多天然資源咧都好靚嘅，好適合度假旅遊。嗱，陽光咧慈七啊，陽光鬥士啊，陽光嘅刀展咧都好犀利喎。嗱，今年啦陽光咧就去推動咧嗰個海上絲綢之路啊，咁同埋咧綠能之都。咁當然啦，陽光風箏咧亦都非常出名嘅。嚟緊咧15運會咧將會首次喺粵港澳舉行啊嘛，咁所以咧文博會咧都會有個 booth，咁我哋一起咧就為15運會打 call， 全運會15屆全運會，12號館嘅非遺館啊，咁啊入嚟睇一睇先啊，咁啊全部咧顧名思義啦，全部應該都係咧啲非遺嘅展。哇！嗱，大家睇下啦啊，非常之大，非常之多咧嘅非遺嘅類別嘅店鋪啊，咁啊得賣個關子啊，靠大家咧過嚟睇一睇啦。嗱，好啦，咁啊跟住落嚟咧一個推介咧就係10號館啊，咁啊10號館咧就係國際文化貿易展啊，咁呢度咧亦都有好多咧不同嘅國家嘅參展商咧會過到嚟去參展嘅，咁一個出嗱，咁喺呢個館咧其中一個要支持嘅咧一定係文創中國啦啊，因為咧有好多我哋中國嘅一啲好嘢啊，就全部咧都會喺呢個文創中國館呢邊咧就去擺晒啦。哇，仲有機械人捉棋，係啦。哇！然後咧首款載人飛碟啊，係啦，真係載到人嘅，仲可以載2個咁多啊！文創中國咧仲會有一個咧主題演講嘅嚇，即係大家可以過嚟呢啲邊咧去支持下。深圳文博至26日於國際會展中心舉行。